说。Hello，说。耶，对。一下给没下那边怎么下给大陆什么不咱们那边说。可没说。也不会说哈，路是给你哈不会个老不会哈个路说你。新疆的说。你别哈个路说怎么个好个路说不来。新疆的说。那我哪么了这个说，也不能干么么。没么。么，那多那但是多我们现在白个多那没干那就来。这个么呢？这个么呢？咱们啥个是干的没？那老么老古是那就来。这没咱们啥工了啊？今天之前在。那好了，去了不么就拖着了，就咱们他就咱们他就那就他这个对那你的来，要不得，以前那个么子在，也是那个么子在啥呢？就是那吧。一个月没打不了么了，你是来。就说的aku perlu selesai dia ke belum bisa lah. Jadi maka itu first time dia akhirnya sepuluh nua. Ke maka down lagi lah. Jadi kalau lagi tu kalau slow. Akhirnya sepuluh kamu machine start semua. Ibu说的我跟你讲讲。你说那这个好不好你吧？这不是拉人家。这那人家环境嘛，可是你看见。你说对不对？这些好个10块钱拿来。说这些给他们。你说给拿了下山么？说他就来那个哪个办了，不看见。我很辛苦了，就所以你告诉你吧，实在的，这还不莫个吧，实在的，人陪呀，你们个找。真的这个是多少个菜呢？个六准本了吧，我也不打9plus，公司吧个单不干嘛事。你说一个类这些搞过个，还是哪能来？这些我还是来这么个，这还好呢，还挺个。这是个。这位，这个打station वाला क्या लो मुझे station वाला。ऐसे में का टेक्निक ना मैं सोला। सोना不理解中国不熬啥，后来还是不分析，一理解中国把我们还个分析，为什么呢？得来？你说这那熬不是这个对过去了，不是现在我什么的？我们这个干么干？还就都要米林个黑鸭嘛，可以开把多久啊？这不一天也，这可都不考虑了那就来。你们米林有 problem 也，开把多加一不多你就多。这个能不能他个么在去了个能不能开完呢？你说呢？阿拉巴出去么办么？阿拉巴出去么办么？你说你不要还确认人家也了，看这个是吧？你说在这了以后呢，阿拉巴你去问你了个什么呢？俺伯个啥子呢？就是一个来。那个说你来。那他这是觉得如果他的是那年轻人说弄了那叫什么个那吃不生的呀，古都弄叫土弄不生嘛，那最后那吃不了了那个呢。还说非洲富士嘛啥？我看的咱俩特地把不得都来来。新卡都呢，一个是白了不？就现在就说的不走，那还做一个了，哪怕我妈也是，一头就不是困难就，现在阿公都是么种。这没病呢，这熬在病。